喺機場3號停車場嘅一宗劫案嘅一個案情，同埋咧警方咧破案嘅情況。嗱，喺上述日子，即係6月18號凌晨，大概晚上嘅12點30分，我哋警方咧係接報，咁有一名36歲嘅本地男子，佢喺機場嘅3號停車場嗰度咧就俾3名蒙面嘅持刀嘅匪徒咧係打劫。嗱，搶走咗一個背囊，裏邊咧聲稱咧係有6條嘅金條，每條咧約重1公斤，咁總值咧係港幣咧係700萬噶。嗱，事主咧係指出咧佢係受僱於一名咧內地嘅商人，咁咧佢係由印尼獨自咧運呢啲金咧就係翻到嚟香港。嗱，佢到埗香港機場之後咧，佢自己咧係徒步去到呢一個3號停車場，佢先前咧泊低一架車嘅位置，準備坐車離開。喺呢個時候就被匪徒咧係伏擊。嗱，佢嘅後大腿同埋左前臂受傷，隨即咧佢係送往呢個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現時佢嘅情況咧係穩定嘅。嗱，匪徒得手之後咧係乘搭佢哋預先安排嘅7人車咧逃離現場。嗱，案情咧係非常之嚴重，所以咧我哋新界南總區刑事部咧馬上喺當晚凌晨時分咧已經接手調查本案。嗱，我哋探員嘅作出深入嘅分析，加上咧一啲情報嘅搜集，更加重要嘅咧，我哋係掌握咗咧，利用咗咧呢個銳眼計劃喺全港嘅閉路電視嘅網絡嘅覆蓋咧。喺好短時間，即係報案後嘅12個鐘頭裏邊咧，我哋已經掌握咗啲重要嘅線索，掌握咗犯人嘅身份。喺12個鐘頭之內咧，我哋開始已經作出拘捕行動。嗱，直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已經拘捕咗7名人士，佢哋分別係4男3女，年齡咧係由20歲去到39歲，部分人士咧係有黑社會背景㗎。佢哋嘅罪行咧就包括咗串謀行劫啦、使用虛假文書啦、協助罪犯等等，或者咧同埋呢一啲其他嘅相關嘅交通罪行。嗱，佢哋涉案人嘅角色咧，分別咧係本案嘅策劃者、持刀劫匪、接應司機、牽涉案件車輛嘅車主，以及咧協助逃犯嘅人。包括咧幫逃犯咧 book 酒店唔翻屋企，諗住逃避警方追查嘅人士。嗱，喺呢度咧，我需要強調一點，本案咧經過我哋調查咧，相信並非係一宗隨機喺街頭咧立亂為一位香港無辜嘅市民作出行劫嘅案件。我哋調查咧，有理由相信咧，匪徒一早已經掌握咗事主嘅航班啦、路線啦、泊車位置等等。呢個案件好明顯係有內鬼、通風報信，相信咧係熟人所為。嗱，我哋已經喺荃灣區咧揾翻咧涉案嘅車輛，亦都喺車裏邊咧揾翻呢一啲刀具。嗱，可惜咧喺呢一個階段咧，我哋仲未揾翻咧相關嘅失物，即係嗰啲金條。另外咧，我哋都相信呢一啲逃犯咧，而家咧係喺案發之後咧係潛逃翻內地，警方已經掌握咗佢哋嘅身份。我哋會透過相關嘅渠道向內地執法機構咧係要求協助，盡快將佢哋緝拿歸案。我哋嘅拘捕行動咧係仍然繼續嘅，我哋唔排除咧會繼續有人咧係被拘捕嘅。嗱，本案咧能夠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破案咧，當然咧係我同事嘅努力。更加關鍵嘅咧就係銳眼計劃裏邊咧嘅閉路電視網絡，將令到我哋警方咧好快能夠掌握到事情嘅發生情況，同埋掌握咧匪徒嘅身份。嗱，警方係有決心。亦都證明到俾大家睇，我哋有能力偵破呢一啲咁嚴重嘅罪行。我哋將犯人繩之於法，亦都希望咧
保障到香港市民嘅生命及財產嘅安全。好，咁我今日嘅簡報咧去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咩問題？